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0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0页，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，就是解说甲只受职务为论见性。即摆应该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一面，一面就是不论禅定解脱，总曰何不论禅定解脱？宁曰为是义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义之法。即摆咱就是应该呢，爱解说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讲起来相当深，所以咱在咧研究的时阵呢，咱必须爱真细心，就是讲真注心呢，落去甲研究。在前面，慧能大师去互印宗法师引出来了，知影讲伊就是当代的第6代祖，所以就该顶礼，为着要证明确实伊是六祖的身份，请伊将衣钵摕出来。然后呢，佫再问伊讲：你在红梅当禅时，五祖弘忍大师传法互你如何来甲你指示？如何来甲你传授呢？慧能大师讲：指导传授是无啦，只是呢论见性，无论禅定解脱。见性，这个性呢，就是咱众生的心性。众生的心性，也就是法性真理，也就是法身的理体。依照显密论所讲，讲你若是要来见佛就必须爱见性。性就是佛。假如你若是无见性，像是讲念佛诵经，持斋持戒，同款呢，也是袂当互来得到解脱。这是在显密论内底所讲。当然，这个显密论是属于禅宗的物件，重点也是在明心见性。所以禅宗呢，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这点呢，咱必须来了解。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甲印宗法师讲五祖只是论见性，就是讲到底你是毋是有见性？有见性，才有法度互来依心应心。对这个心法的相传乃是依心应心。依心应心，佮讲一句较简单的话，就是讲你见地要变共款，就是讲你程度共款才有法度互来相应。甲人讲程度无共款根本这是无法度互来相应，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。只是论见性，是无论禅定，无论解脱。在这个所在，咱就要来了解讲，什么叫做讲做禅定，什么叫做讲做解脱。不过，对于这个见性，在方辟传心法业员来讲心就是佛，上至诸佛，下至寸动含灵，拢有佛性，是同一心体。
从这个所在，咱就可以了解，咱的心性可以讲就是佛的心体。无论是最悬的诸佛，或者是讲最微细的这个昆虫之类，拢都有佛性。而且这个佛性呢，共一个体，佛的佛性也是迄个，众生佛性也是迄个，一只蠓仔、一只狗遐的佛性也是迄个。所以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呢，只有传一心之法，就是直接指讲咱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就无假借修行。所以呢，只要你会当回来失处本心，见诸本性就毋免搁再去求别项。这就是唯论见性的意义咯。不论禅定解脱，就是讲无论禅定甲无论解脱，禅定这个禅，这本来是印度话，应该叫做禅咯。那个翻译中国话呢，名叫做讲思维修，也名叫做静理。这就是禅定智慧的统称。不过，这个禅伊的根本也是咱一切众生的本觉真性。所以，禅的体呢，应该也就是佛性，也名叫做心地啦。那该悟啦，就是属于慧；修呢，名叫做定。假若咱若是当好顿悟自心，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来无烦恼，也无聊的智慧之性本来就是具足。会当来去顿悟，就是甲佛啦，究竟无差别。你若是安尼来去修禅，这名叫做最上乘禅。就是讲，你会当顿悟自心。那你这自心是本来清净的，本来无烦恼的，无聊的智慧本来具足的，这个心就是佛，甲佛无差别。好，你若是会当安尼来去悟呢，这就叫做最上乘禅。也名呢，叫做如来清净禅，也名叫做一行的三昧。也名叫做真如三昧，这可以讲就是一切三昧根本。若是当安尼来去念念修习自然渐渐就是得到了百千三昧。达摩祖师伊的文下典传相传，应该就是这个禅，就是。顿悟自心本来清净，会当好悟了自心原来无烦恼，无聊智性本来具足，本来就是佛。达摩祖师所传的应该就是这个，所以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，你若是顿悟自心，就是见性，就是禅定，并毋是讲在这个见性以外呢，另外有一个禅定伫咧。所以才讲做唯论见性是不论禅定。意思就是讲，在你顿悟自心迄个所在就是见性啦。也这个见性就是禅定啦。毋是讲另外在这个见性以外呢，搁再有一个禅定可以互你修。这完全拢是站在已经到位就是讲到甲迄个境地所讲的话，这就是南宗禅的特点，也可以讲就是慧能大师所传的禅的特点。因为新秀大师的禅是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
时时勤拂拭，无事惹尘埃。那这就是有论禅定咯，伊还未到甲见性的地步。慧能大师毋是讲菩提本无事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都无一物，啥物所在要去惹尘埃？都无迄个惹尘埃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见性以外，无另外禅定，所以叫做讲做不论禅定。当时也不论解脱。这个解脱啦，就是讲离开束缚来得到自在意识，也就是解烦恼罪业的束缚，来脱离三界的苦果。咱一般众生呢，拢互烦恼绑掉咧，拢互罪业甲咱绑掉咧。因为受到烦恼罪业甲咱绑掉咧，所以咱呢，并袂当讲我要来去天堂就来去天堂，要来世间做人就要来世间做人，并无遐好。假如讲你若是无有做天上的因呐，根本你袂当转到天堂。若是无有受咱人间的五戒，无人间的福德啊，你根本也袂当来到这个世间。就随着你所做的业、所有烦恼，就受束缚，和这个业数给你牵过来、牵过去。咱这个烦恼数、这个业数，咱必须了解，这是一个真正厉害的物件。一个人有当时懵懵懂懂，无代无志，内心打一个梦想，也家己糊里糊涂去做啥都毋知。所以有真正侪人啊，伊伫咧做业，实在伊家己毋知影啦。假如讲伊家己知影讲伊是咧做业，伊就袂去做业啊。为什么呢？知影讲做业，一定知影迄个严重的效果是如何咯。会记得我过去啊，常常有提出来，伫咧互咱各位做参考的一个事实，就是讲有一个人在当时白日。在十字路口，人真正侪所在去共抢人的金手指，人金手指是戴伫手里咯，伊共抢啦。二石头如果是在迄个十字路口，人真正侪，伊共抢，迄个人随时喊救人，马上就共抢，迄个就去互掠去咯。掠去，迄个警察就甲问啦，讲你太晓得咧。当时白日遐一人伫遐，你哪敢共抢金手指啊？伊讲大人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我只有看到迄金手指，别项都无看。这就是伊的烦恼所使。所以这个烦恼名叫做讲使，这个使就是该使使的意思，就是由于这个贪的烦恼，就使使去做业。使使去共抢，所以这个烦恼啊，也同款的是一条锁啊。咱一个人呢，有当时阵啊，就无法度控制家己啊，也去做一寡毋对的代志，这就是烦恼的束缚。但是咱一个人呢，有当时阵啊，心是明白啦，但是呢，奇奇怪怪，嘛是安尼心不由主啊，也会去做一寡毋对的代志，或者是讲咱明明都要安尼做，结果咧环境上袂当你安尼做，那这就是你的业。所以有当时修行人真希望要来去修，但希望要来去修，毋过咱伊是自生存的问题，总袂使无解决咯。所以虽然啊想要修行，但是同款啊。有这个生存的问题、生活问题，那就是业。你这个业啊，你无法度使你讲好好来去修行，所以烦恼罪业，这拢是束缚。解脱就是讲，将迄个烦恼罪业的束缚，给脱离，
会当拆出三界苦果，这就是解脱。在《维摩经》的注解啊，有一个净调法师的注解。这净调法师的注解呢，就是安尼讲畅淫无碍，定类不能屈，这就叫做解脱。在唯识论的述记安尼讲这个解呢，就是离开了束缚；脱呢，就是讲得到自在。这个同释慧海的入道亚文论有安尼讲因何得作佛器，事愿不用下众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就是讲你要安怎样才会当来成佛去啊？意思就是讲要安怎才会当成佛啦？这是弟子问师父咯，师父就该讲啦，讲你啊无需要去下众生心，但呢，你唔通去染污了自性。众生心就是佛心，但你唔通该染污掉。你在无该染污迄个所在呢，就是成佛啦。在经内底我来讲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讲假如呢，你乃当了解到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，安尼来去了解，是毋是当得到解脱？这个就是伊的弟子搁在问的咯。伊的师长就甲伊讲本自无薄，不用求解啦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佛性本来呢，都无有互啥物甲你绑掉咧。你哪里有需要甲伊求解呢？等于讲，你这个身躯都无互锁甲你绑咧，为啥物讲爱甲偷开啊？连迄个甲你绑的锁都无，你要偷开啥物？有一个锁绑掉了，毋知爱偷开咯。你根本都无绑，较着偷开呢？将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。你若当好了知，心就是佛，心就是自性。你无去染污自性，这就是解脱。毋是讲在这个见性之外呢，另外有一个解脱。所以啊，六祖才讲做不论解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几句话真要紧。你若一个当好来了知。自心就是佛，自心就是自性，无去染污自性，安尼就是解脱啦。毋是讲在这个见性以外，另外有一个解脱。意思就是讲，见性也都是禅定，见性也都是解脱。你根本呢无需要啊，在这个见性以外，搁再去论迄个禅定，搁再论迄个解脱。因若是讲欲性甲欲修讲起来，见性，这就是讲已经啊悟到本性，证到本性。禅定解脱，这是属于修方面的代志。既然已经见性，就无用修啦，所以呢，根本就无需要禅定，无需要解脱。这就是南宗禅的特点啦。这个特点呢，假如讲咱若是要修禅宗的人，咱必须爱好好去来去了解。下面总曰何不论禅定解脱？另曰唯是义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义之法。因为伊甲伊讲不论禅定解脱，所以这位印宗法师呢就甲伊问。印宗法师毋知影啦，毋知讲为啥物只有论见性，无论禅定解脱啦？所以就该问啦，讲为啥物他会无论禅定解脱啦？这位印宗法师会问伊啊，并毋是讲伊故意要甲伊问。事实上，在咱一般的想法，就是讲咱要如何当得到明心见性，当然都要修行啦。修行
若是讲约禅宗讲起来，就是爱坐禅，就是遮所讲禅定咯。由你坐禅，你得到解脱，你毋才会当明心见性啦。咱一般一定安尼想，就是讲先有修才有证，就等于讲咱有行路才会当到位共款。但是这个六祖已经到位啊，既然是到位，当然就无论迄个伫路里伫行诶代志啦。就是讲，既然悟，既然证，就无论修。所以难怪这位印传法师会问伊，讲为什么是无论禅定，无论解脱呢？迄当阵灵月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为是义法，义法就是讲这个禅定解脱，这是义法，这是两个物件。对于这个为是义法呢，有两种不同的注解，在这个所在，甲咱各位做一个说明。其中有一个注解是写讲禅定啦、解脱啦，这变成两项。有一个禅定，有一个解脱，变成两项。以后有一个注解解说就是讲，见性是一项，禅定解脱是两项。安尼解释法，但我认为讲，禅定是一项，解脱是一项，安尼解说啊，应该或者是较对，因为这个禅定解脱啦，这个禅定是在修方面，有修了，有得到迄个果，得到迄个成就，那就是解脱咯。这拢是属于事上方面。因为到既然见性已经悟到理啦，这已经是在理方面，毋是在思想修方面。讲这个义法啦，不是佛法，就是讲这个禅定解脱这两项啊，这毋是佛法。讲佛法呢，是不义之法。这个佛法啦，乃是一种的不义之法。只有论见性，无论禅定解脱，这呢就是不义之法。但咱进一步必须了解，因为依照前面的解说，见性就是禅定解脱，禅定解脱就是见性啦。所以当然啦，佛法这是一种的不义之法，见性。禅定解脱，你若要甲伊分开啊，变成三项咯。不过这三项其实是一体三面。现在是咱以这个东条释慧海伊的话啊，来做一个证明。释慧海有一个入道要闻论，这个释慧海就安尼讲啦，讲欲修好法，即得解脱。就是讲要修啥物款的法门，才会当得到解脱啦。迄个回答啊，讲唯有顿悟一门，才得解脱。讲唯有顿悟这个法门啊，才会当得到解脱。我再问咯，讲因何为顿悟？讲啥物叫做顿悟啊？这个回答就是讲，顿是顿度妄想，悟呢就是悟无所得。讲这个顿，就是讲顿度妄想。顿度妄想就是讲随时啊，把这个妄想给去掉。这个悟呢，就是悟到迄个无所得的道理。我再进一步问，讲从何而修啊？讲要对啥物所在去修啊？回答就是讲从根本修，就是讲从这个根本去修。我再问。讲啥物是根本啊？回答就是讲心就是根本。那我再问讲，为什么知影讲心就是根本呢？回答就是讲明确经讲，讲心生即种种发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
所以心是一切法的根本。在维摩诘经安尼讲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道净。在维教经安尼讲啦，讲但戒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所以经典有安尼讲，若是圣人呢，是求心不求佛。既然是一个圣人，有智慧人，伊呢只是求心求会当好来明心见性，伊毋是求佛。事实上，你若明心见性，就是佛嘛。所以伊就是对迄个根源、对迄个根头来去解决问题。讲愚人呢，求佛不求心。讲若是迄个愚痴的人呢，是要求佛，但是毋是求心啦。咱一般众生求要来成佛，但是却是无咧求心咯。有智慧人呢，是调心不调心。有智慧人，你是调节你的心，毋是来调节你的身躯。讲愚人调心不调心。若是愚痴的人，是调节你这个身躯毋是去调伏你的心啦。在佛勉经来讲，罪将心生，烦将心灭。罪是将心生出来，还是将这个心去改变？将这所来去了解，一切善恶拢是由咱的自心。所以心就是一个根本啦。假如讲若要求解脱呢，必须就是爱先了解这个根本。假若若是无了解这个根本你向外面来去追求，这只有道路辛苦，无有是处。所以在禅本经来讲，以月相求，水经劫数将不能成。若是向外面去求虽然经过几落劫袂当好成。讲以月觉观，如一念轻，即证菩提。讲若是在内面，你去观想一念轻呢，就当得到菩提。所以这个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本。那你只要会当见性，一切都能解决啦。佛法呢，就是如此。所以佛法呢，就是基论见性，无论禅定解脱，这就是一种的不二之法。最肯先听讲，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